大家好，呢個係武藝會 Channel 嘅最新節目《香港武林口述歷史》。我陳公子將會為大家聲音導航，講述香港武林。今集主要資料係嚟自明州城市系列嘅香港武林。開始之前，麻煩大家點讚、訂閱、分享俾你身邊嘅武林好友，同埋撳埋個啷啷，咁就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武藝會嘅最新資訊啦。喺呢條片下邊留言話俾我知你玩咩功夫啦。今日將要同大家講嘅係南拳。所謂南拳呢，係針對中國南方武術嘅一個統稱，唔係指某一個門派或者特定套路。地域上，南拳所覆蓋嘅範圍以福建同廣東為中心，但係因為武術本身係個活躍嘅文化，佢嘅發展同埋周邊地區包括湘溫滇滇等省份嘅武術有良好互動，所以作為一種民間文化嘅載體，南拳係一個跨省同跨地域嘅現象。無論從技擊定歷史層面分析，我哋都好難嚴格咁將南拳劃喺某一個省份嘅框架入邊。近呢幾年，武術研究人員做咗唔少有關南方武術傳播同發展嘅調查研究，佢哋嘅研究成果令我哋清楚見到門派之間呢，全部都有好頻密嘅交流，以及清中葉之後武術流派嘅擴散同埋人口遷移有緊密關係。特別係喺中國清朝呢，就正正見證咗中國人口流動嘅一個高峰，同時都係南北武術交流最興盛嘅時代之一。但另一方面呢，中國自古以嚟就有好強烈嘅地域觀念，由方言到飲食、戲曲，甚至民間武術都係咁。所以如果將文化嘅角度放得太闊，研究對象就會變得模糊不清啊。所以喺香港文化嘅角度嚟睇啦，本土武術發展呢，梗係同近鄰嘅廣東同福建有更直接關係啦。所以對於南拳嘅定義，我哋都係以呢兩省嘅傳統武術作為主要研究對象。自民國以嚟，廣東武術有洪流、蔡李莫五大家嘅講法，另外仲包括蔡李佛、屈家、詠春以及南螳螂、龍形、百尾、合家等等。福建嘅主要拳種咧就有太祖啊、羅漢、行者即係個詠春啊、白鶴、五祖等。喺技術風格上，閩粵一帶嘅武術有長短之分，長嘅武術有蔡李佛、李家拳啊、太祖長拳等啊，比較明顯帶有北方武術嘅影響。另外有一批以短打叻嘅南方拳法啦，好似鶴拳、南螳螂、詠春等等，佢哋就有更濃厚嘅地方色彩。無論技擊定拳理，呢一系列嘅短打有非常高程度嘅共通性，功法上同其他地方嘅拳法有顯著差異。某程度上可以話係華南最有代表性嘅武術，好值得深入研究。佢哋嘅形成同發展將會係呢篇文章嘅焦點。接住落嚟呢，我哋要睇下南拳嘅獨特社會文化背景。由大嘅文化背景去睇南拳，佢嘅形成同清代至民初南方沿海地區嘅社會歷史同文化狀況有不可切割嘅關係。首先，民間武術嘅普及化反映當時社會唔安寧，以致各個鄉團嘅保甲團練武裝化發展啦。回顧廣東、福建嘅歷史，隨住明代中國南方急速嘅經濟同農業發展，到咗清初，可以開墾嘅土地已經差唔多全部變成農田啦。去到雍正、乾隆年間，隨住宗室勢力不斷擴張，土地爭奪形成村落之間嘅大型械鬥，喺閩粵一帶經常發生，亦令越來越多嘅農民被邊緣化。人口嘅壓力一方面導致海盜出現，另一方面鼓勵咗地下組織嘅發展。喺清代咧，首先感覺到呢個壓力嘅咧，係本來咧就人口密集嘅閩南同潮州嘅幽靈地帶咧。為咗揾生存空間，其實喺雍正之前呢，漳州、泉州一帶唔少民眾就開始搬去台灣，亦有一部分人放棄農村生活而去搞海上貿易。明末鄭成功嘅老豆鄭芝龍啊，就係其中嘅表者。當我
我哋了解咗明末以嚟閩粵地區嘅社會環境，就唔難明白點解南拳喺呢段期間會有蓬勃嘅發展嘅。而清代南方沿海區域嘅文化現象，就正正同人口流動形成一個直接嘅對應。有從福建泉州漳州到廣東即係由東往西嘅趨勢。廣東武林流傳嘅火燒南少林或者福建起源嘅講法呢，就正正核實咗呢段歷史。另一個值得我哋留意嘅係，福建嘅門派一般有較長嘅歷史，例如有關白鶴拳嘅文獻，好多都係清代嘅，可以追溯嘅歷史有差唔多200年。部分專家學者仲認為白鶴係清初就形成，同時福建嘅幾個主要門派同拳術好似太祖、羅漢係行者即猴拳，起碼由文字上嚟睇，都喺明代嘅武術典籍裏邊揾到佢哋嘅足跡。咁我又同大家睇下明清之際福建嘅武藝。其實南拳嘅形成係一個謎團。喺明代之前，我哋對中國古典武藝了解好少嘅，基本上冇乜可以參考嘅文獻，更唔使講拳種之類。但係從清代揾到嘅資料可以見到，南方尤其福建嘅武術當時已經去到一個比較成熟嘅階段。我哋需要解答嘅係清代之前南方武術嘅原貌係點樣，同埋之後形成嘅南拳系統又有咩關係？首先，明代嘉靖至萬曆年間，抗倭名將俞大猷、戚繼光等曾經活躍喺中國南方沿海區域咧。為咗更有效咁訓練佢嘅部隊，戚繼光曾經收集民間武藝精華，編入佢本紀效新書《拳經節要篇》，又稱《拳經》。喺入邊匯集咗明代民間武藝最精彩嘅部分咧，對各門各派咧做咗簡明精要嘅分析同對比，為後世保留咗唔少明代武藝嘅內容。戚繼光嘅部隊主要嚟自浙江山區，而浙江同福建喺地域上係相連嘅，所以戚繼光嘅武藝流傳到閩粵一帶，一啲都唔出奇。而且抗倭嘅活動本身就伸延至成個華東嘅海岸線，喺福建至廣東多處都有戚繼光、俞大猷嘅足跡。咁另外啦，福建曾經係抗清嘅腹地，閩南更加係鄭成功招募兵將嘅地方。唔少明代遺民都喺明末清初搬去福建嘅，其中白鶴拳宗師方七良嘅老豆方仲、方丈光就係呢個時期由浙江麗水南遷到福建嘅。值得一提嘅係，拳經有提到嘅武藝就包括太祖同猴拳。喺論述國家武藝嗰陣，戚繼光有講過，古今拳家宋太祖有32勢長拳，又有6步拳、矛拳、套拳根據當今武學權威學者馬明達教授分析太祖長拳應該係假宋太祖之名嘅一門武術啦，相信同歷史上嘅宋太祖冇乜大關係。但無論點都好，太祖拳呢係明代嘅一門古典拳術，而透過拳經我哋知道佢係一門長拳。福建嘅傳統拳法係有太祖長拳，但今日嘅太祖拳竟然係一種短打拳術，真係令人費解。另外，福建嘅行者拳即猴拳都同拳經所記載嘅猴拳相似，但喺冇更多古典文獻資料嘅情況下，同樣冇法判斷兩者之間係咪有任何關係啦。不過福建武術既然保留咗呢啲名起碼說明咗喺明清之際，福建嘅拳術幾多都應該受過拳經嘅影響。喺考慮福建拳術同明代古典武藝關係嘅時候，另一個值得我哋留意嘅係，拳經描寫嘅短打同近代南方武術有基本差異。古典武藝嘅近身搏擊有打中遇跌嘅特點，仲有好多用爪嘅技術。呢一點同喺北方仲流傳緊嘅一啲古典拳術，好似河北滄州嘅八極拳好似拳經32勢中嘅順聯爪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啦。有記載，順聯爪靠身搬打，滾快，佢攔遮攔，伏外交插翻，宣爪一跌，邊個敢爭前呢段文字咧就直接了當咁描寫咗典型嘅古代武藝短打技術，喺靠近對手嘅時候，用滾快嘅方式用爪去搬打，令佢難以遮攔。另外亦可以用跌將對手灌跌，順聯爪一勢就包埋打同跌兩種攻擊技術可以互相使用，攻其不備。
拳經所描述嘅係種短打功夫，喺南方嘅拳法中都有保留，但主要係喺相對馬步寬大、長短技法兼備嘅洪拳系統入邊，而唔係以短打為核心嘅門派。相反嚟講，含有濃厚地方文化特色嘅南方短打拳術，好似福建白鶴拳同詠春拳等，佢哋有自己一套發勁同技擊之法，透過提升身體關節嘅伸展同協調，喺短距離就發出最大嘅脆勁，仲透過一啲獨特嘅訓練方法，好似黐手、木樁等等，提高短距離嘅搏鬥能力。不得不提南拳嘅革命與創新，係中國武林嘅一個轉捩點。武術有啲基本法則啦，強打弱、長打短、快打慢、動打靜，自古以嚟都係咁噶。呢幾組對立嘅關係可以概括到剛柔嘅關係上。呢啲規律除咗中國武術，亦適用於其他國家嘅搏擊運動，所以練武之人啦，都會追求咧身體上嘅強化，鍛煉體力同速度，透過戰略上嘅變化，主動揾對方嘅漏洞破綻。除咗個人對打，門派或者戰爭更加係咁。唯獨喺中國，因為種種歷史同文化關係，產生咗以柔制剛嘅觀點啦，同以此為思想同技術中心嘅武術，好似喺北方誕生嘅太極拳、八卦掌，可以話係完全顛倒咗千古以來有關技擊嘅道理同法則。喺華南地區，清代武術嘅發展同樣出現呢種以柔制剛嘅內家拳，其中最早同最具代表性嘅就係大家熟悉嘅詠春白鶴拳，簡稱白鶴拳。白鶴拳嘅出現呢，好有革命性。自古代武術家咧就明白搏擊係剛柔嘅一個平衡啦，而剛同柔咧並唔係絕對啊，而係相對嘅觀念。對住一個比我弱小嘅對手，我有強同長嘅優勢；但係對住一個身體體力都比我優勝嘅對手，我就係弱同短嘅一方。同對手比試，練武嘅人咧都會透過力量、長短、速度同埋時機嘅掌握，盡量發揮自己嘅優勢去克服制勝。八極拳入邊就有七剛三柔嘅講法，南方嘅洪拳都積極提倡剛柔並濟。唔同嘅係內家拳倒轉咗剛柔嘅主次關係，而以柔為先，以弱短正做佢嘅核心原理。因此白鶴拳要求八剛24柔，以柔為主，以安為輔。呢個係好有革命性嘅變化啦，對當時主流嘅練武者嚟講啊，都係難以接受嘅。白鶴拳嘅起源傳說就有咁嘅故事。七娘喺寺內見一隻大白鶴飛縮喺梁間，昂首振羽，舞足弄翼，隱晦葱毛，身頸覓食，前別歇息，抬頭長鳴，姿態優雅美觀，心中大為驚嘆。即以手中梳合投之，白鶴閃跳避過，又以尾尺擊之啊，又被白鶴剪翼彈開啊，疑白鶴振翅凌空而去嘅。於是七娘感暗之餘，就將白鶴嘅振翅、撲翼、斗凌、浪羽、前別、鳴叫等動作糅合喺少林拳中，經多年嘅揣摩實踐，創出咧別具一格嘅新拳種學法，世人俗稱白鶴拳啊。詠春人啊，曾四隨佢師傅顏喜誕，又名顏上官，精於棍法，雲遊各地，以武會友，好欣賞七娘嘅名氣。去到教練寺拜訪，咁啱遇到暴風驟雨，師徒二人喺寺門外避雨，方仲見到，咁就請佢哋入寺，問佢哋住喺邊，知佢哋係詠春人，師徒都係教人棍法為生。講起佢哋嘅來歷，知佢哋係少林一脈，就留低款待佢哋。曾四同七娘傾談拳理棍法，深知七娘嘅拳法遠勝過自己嘅棍法。然而顏喜誕天性暴烈躁急，自視又高，心諗七娘只係一流女流，就算功夫精都難敵自己力氣雄厚勇猛。於是邀七娘試一試，七娘欣然答氣，就一手擎起，兩足企直，等佢埋嚟啦。顏喜誕用左手擒拿單邊勢進攻噶，七娘身形一轉，消解攻勢，食指一轉就入喜誕，即刻跌落地。從此喜誕對七娘心服口服，
對曾四講：我學嘅都係一啲粗淺硬功，仲未去到精微神化嘅境界。你應該誠心向佢哋求教，並懇請七娘收曾四為徒，傳授精微細緻功夫。七娘見曾四老實厚道，英偉不凡，於是收佢為徒。呢個故事除咗記載詠春白鶴拳嘅起源，同時透過神話故事記載咗福建武術發展史上嘅一個轉捩點。自方七娘之後呢，福建武林嘅景象產生咗巨大變化。之後呢200-300年啊，優美儒雅瀟灑嘅白鶴拳呢主導咗福建同埋附近地區嘅武術發展。佢嘅影響力伸延到東邊嘅台灣同琉球群島，以及往西邊嘅廣東、香港。白鶴同詠春呢三種拳法呢，一直以嚟呢好多人搞唔清啊，亦有好多爭議性嘅。咁多年嚟呢，南方武林有關詠春同詠春兩個門派嘅淵源爭論，到今日一直冇結論。其實由技術層面分析，福建詠春白鶴拳、詠春拳同詠春拳嘅拳理同技術結構有好多共同點，毫無疑問應該係同源樹流。因為民間武術咧，多數係口述心傳啊，留低嘅記載唔多，而且大部分都係晚清甚至民國嘅手抄本啦。我哋好難咧肯定邊個門派起源嘅時期。其實文化係互相影響，亦都係多源頭嘅，冇必要去爭論絕對嘅先後次序。係依照目前喺香港、台灣、中國大陸啦，以及沖繩島、琉球揾到嘅文獻嚟睇，閩粵兩地比較早嘅門派係佛家，即係羅漢同白鶴拳。特別係俾人譽為空手道聖經，由福建流傳到沖繩島嘅武備志，呢個係民間嘅武術志，唔係明代茅原擬編嘅軍事巨作，證明福建嘅佛家同白鶴拳喺1865年代之前已經形成系統。透過祖譜嘅記載，追溯歷代嘅宗師，推斷至少喺1800年已經成立，甚至可能喺18世紀中以前。至於詠春同詠春，我哋揾到嘅文獻資料好有限，見過嘅手抄本啊，基本上都係民國之後嘅版本啊。毫無疑問嘅係，詠春同詠春喺拳嘅範疇上同白鶴屬於同一個系統。雖然拳套唔一樣，但係好多招式同核心理論基本上一致。同時要指出嘅係，佢哋嘅器械同白鶴咧有比較大嘅差異啊。例如詠春同詠春嘅6點半棍係廣東武術中嘅經典，但係就好少出現喺福建門派。所以福建嘅白鶴拳同廣東嘅詠春同詠春有離有合，既有好多共通嘅原理同技術，又有唔同演繹方式同套拳器械。呢種複雜又千絲萬縷嘅文化關係，又係武學研究中最吸引人嘅地方。最後，無論呢三個門派之間嘅歷史關係點樣，可以肯定嘅係，詠春或者詠春都承認起源喺福建。呢一點呢，可以喺詠春拳宗師鄧奕口述自己門派嘅傳流，以及詠春嘅火燒少林寺嘅講法之中見到。另外，由技法同理論嘅角度嚟睇呢，我哋都唔可以否定啊，詠春同白鶴拳呢又有好多共通點啊。嗱，由於歷史上發生咗10年浩劫，好多國術大家都流落喺香港，成為碩果僅存嘅最後傳人。嗱，咁20世紀初咧，中國政治上嘅動盪，以及當時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嘅特殊情況，令大量人口由大陸逃難嚟香港，其中包括咗一批重要嘅國術家同民間武師。上世紀60至70年代文化大革命嘅洗禮，中國傳統文化曾經受到嚴重打擊。傳統武術家喺好長一段時間被迫停止訓練，雖然由80年代開始慢慢有恢復嘅跡象，但係傳統文化一旦斷咗傳承，要重新延續翻，基本上係唔係太可能嘅事，尤其係靠人傳承嘅非物質文化。民國時期喺一班對民族體育充滿熱情嘅教育家倡導下，中國曾經嘗試建立一個以本土體育為核心嘅體育系統，結合我國古老優秀嘅身體體育文化同現代體育。遺憾嘅係呢個對國家、民族文化好重要嘅嘗試，因為種種原因半途而廢。調反轉嚟睇，香港社會一直保留住好多中國嘅傳統民間文化，其中包括所謂嘅中國功夫。呢個獨特嘅概念呢，喺香港落地生根。
尤其係喺戰後40至60年代，曾經有非常蓬勃嘅發展。更重要嘅係，好多門派，尤其南方嘅重要傳人呢，都喺20世紀20至60年代移居香港，包括洪拳黃飛鴻啦、林世榮、林祖、永春鄧奕、詠春葉問和、南螳螂周家葉瑞等，令到香港一度成為中華武術家嘅大本營。到咗20世紀初，隨住時間同空間嘅轉變，傳統文化同現代生活變得脫節，傳統武術正面對前所未有嘅存亡挑戰。今日南方好多重要嘅拳術同門派喺中國大陸已經式微，其中最重要亦都係最後一批傳人反而集中晒喺香港。南拳中古老嘅白鶴拳呢，曾經一度影響成個華南地區啊，遠至台灣同琉球群島。今日日本空手道界公開承認白鶴拳係當年唐手嘅起源，但係本來嘅傳統白鶴拳呢，喺發祥地已經差唔多銷聲匿跡，反而喺香港仲有僅存嘅傳人啦，包括李剛先生。詠春拳呢係廣東省短打拳種中嘅表表者，尤其係佢嘅6點半棍，可以話係南方最經典嘅武術之一。但係廣東家陣都好難揾到真正有代表性嘅詠春傳人啦。而同白鶴同詠春情況相似嘅門派咧，有好多嘅，全部都去到文化存亡嘅最後一線啦。